来是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日前来压料，讲财政收支未分发，受罚表决的期间，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甲区志伟走去甲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来聚会。柯志杰是强调讲，伊拢伫咧立法院的现场，早起搁去地检署按铃告诽谤甲妨害名誉，搁讲。黄国昌若公开甲道歉，伊会使考虑卖甲告。投票的时候，尤其是黄国昌所讲的第8条，那个大概9点左右吧，那个我人完全都在现场。他如果跟我公开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就是不告。佢甲人错，讲要送出这份亚但的提告大礼，也毋过红过黄国昌听到这一切是笑甲嘴也离细细。恶意的诬告无法遮丑，他从头到尾没离开。那你就直接问他啦，7点多到8点多，他人在哪里？柯志杰背回的是伫暗时9点多，人有伫立法院，11点多冇上台发言，散掉了后，搁去见青鸟的群众。那日暗时伊食饭时间，搁冇去找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咧。所以他就是污指，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，其他的不相干的我们就不提了。两个人搁冇见面，伊无加讲。等到陪伊来走囝，专讲伫今仔日伊的生日，甲揽一下。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我实在对他说不出生日快乐这种话，所以我只是想跟他说，忙里顺遂。黄国昌讲，柯志杰是在立法院的公务车去的，更加押出和吴乃仁见面的第一个人。还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啊，邱志伟很有趣啊，说清楚讲明白啊，不要想要用混的啊。柯志伟出现伫立法院，唔愿加做说明，敢若强调家己无错过任何表决，也毋过无讲有项送见面。到底表决的时，两个人敢无伫现场？大家一人讲一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